其實負責自閉支援嘅社福單位開始要諗下用咩特別方式嚟令到自閉特色人士唔會因為聲音敏感而出現行為同埋情緒問題，而特殊學校方面可以透過職業治療嘅方式嚟令到學生唔會因聲音敏感而出現行為同埋情緒問題。而本地嘅大學應該現時執法部門同埋家長自助組織啦、NGO 等等咧都有定期合作，咁舉辦一啲講座啊、分享會啊，主要圍繞防止無精神行為能力人士犯案啦、合適成人通知書啦、參觀警署啊呢啲活動等等嘅。而被自閉症嘅家長組織咧，亦都會向執法部門反映意見嘅，解釋自閉特色嘅行為表徵啦。簡單嚟講，呢啲嘅教育工作咧，都係依賴自助組織同埋 NGO 去做啊。就算大家溝通嘅時候啦，聲線、語調、語氣保持禮貌，唔好太高頻啊，或者太重語氣啊。老實講，唔好講話自閉人士啦，普通大眾